森林大比上义村的文英宫，主要是拜关圣帝君，讲其实嘛有拜赵子龙，讲当地旧地名柳树卡，就甲400年前的赵子龙有关系。大殿内底真侪尊神明，除了拜关圣帝君，今日看头前个赵子龙宫，这是大比上义村的文英宫。这几年因为赵子龙开始受到重视，证明来台湾开垦吼，从本港那边进来，行这个石鼓溪吼，赵子龙讲讲，恁若看到一张柳树有关顶有溪脚，就是咱电路的地点，发展产业。文英宫进一步讲，伫咧清末迄当阵，鸦片的问题真严重，村民就去到塔里木社，甲赵子龙请来到文英宫坐镇。清朝末年的鸦片很严重，传闻塔里木有社遐，这个关圣帝君的真显化，伊嘛伫遐咧解鸦片、治理鸡迄种瘟疫的代志。透过庙记录，互侪民众更加了解古早人的生活分享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